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14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吴敏元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天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天，主啊，也让我们在今天圣诞晚会的清晨，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专注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在你手中。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谢谢。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在罗马书的第一个主题，在罪恶上的称义的公义。接着第二个主题是神在称义上面的公义。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这个第二主题的最后一章，第5章，从3章21节到5章的21节。那昨天提到了昨天第4章跟前天都是第4章，提到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最好的例子。那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是要给世人的遗产的祝福，那这能够来领受上帝的应许，一同来承受世界。而律法呢，让人知罪，律法呢也惹动神的愤怒，因为律法呢只有指向罪恶，却没有指向永恒，指向永生。所以律法让我们看到过犯只看到60分，但是神的义呢，却是帮助人能够走向100分。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在他的妻子，在他自己都已经年纪老迈，生育断绝，子宫死掉的时候，但是呢却不疑惑，反而更加的刚强。那并且呢，按照上帝的应许和话语，那他们在100岁的时候呢，有了自己的儿子，透过这样的事情来荣耀神。那主耶稣呢，他被出卖呢，也成为我们的称义的重要的基础，因为他是为我们的过犯，不是他自己耶稣自己的过犯。而同样这样子，耶稣从死里复活呢，也让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够进入同样的应许、同样的祝福当中。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也让我们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要跟亚伯拉罕连结。如果没有连结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只有在新约当中，却没有认识旧约当中的上帝，旧约的神。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读的是第5章，讲到是的前半段，讲到称义的一个永恒性。那因信称义呢，不是只有一时一刻，这因信称义呢是一个长效，是一个永恒，但不是只有一次，它是需要持续的。因信称义的结果使人带来盼望，那是1、2节。3到5节讲到患难不能销毁，不能够让这个盼望落空，所以患难跟应许的永生是息息相关。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只有活在成功神学当中，而是要能够勇敢的面对各样的患难和挑战。神在基督里的爱呢，就证实了这个盼望。所以1到11节的主题，让我们看到一个永恒的盼望。那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呢，第5章一开头有一个所以或是既然。那这个通常保罗这样子引用表示，这个他的上一段的论证呢，已经告一段落，那要继续讨论。所以因信称义呢，从第3章21节的一个讨论呢，到4章的结束25节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第5章开始是讲到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结果或是后果，甚至持续永恒的盼望。好，那我们接着请敏元带我们来读。好，那我们先请敏元带我们读第5章的第1节和第2节。既然我们因信得以被称为义人，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上帝有了和睦的关系。借着信，基督使我们得以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因此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着分享上帝的荣耀。谢谢。那这一段呢，这2节呢，讲到了因信称义的结果，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盼望，所以我们要抓住，要扣紧盼望这个字啊。那
第一节说我们因信得以被称为义人，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上帝有了和睦的关系哦。那和本翻成我们与神相和，与神相和。那这相和呢，或是和睦的关系，它的意思是指平安，但这个平安呢，指的是一个完全健康、整全的状态，就是我们的全人，包括身心灵，都在一个终极的，就是最终的一个末世性的意义上面获得拯救的状态，不会再担心沉沦，不会再担心疾病、死亡、病痛，再有恐惧，没有。这是一个终极健全全人的平安，这是主要的意义。次要的意义就是指人能够进入这个健全的状态，而当下或是此时此刻任何的环境就能够享受心中的平安。所以因信称义的结果就是带来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与神的和好，这个与神和好就带来和睦，是一个终极。所以在地如同在天，此刻就是永恒。那个因信称义，只要随时的相信，随时就进入那平安，就如同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只要信了。”那这信心能够带来立刻即刻的平安，是永恒的平安。与神相合不是我们个人或是人类主观的感觉，它是一种客观的地位，因为是被神称为义，就是神所赐的平安。那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平安怎么赏赐进来的，是一种跟上帝关系健全才有平安。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经过这样的平安？在他99岁还要拼命的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的平安，他的信心是怎么来的？这些都是与神相合，跟上帝有亲近、正确、和睦、和谐的关系所产生的。第二节讲到，借着信基督，使我们得以活在上帝的恩典里，因此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着分享上帝的荣耀。所以和本翻成，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耶稣基督呢，是我们能够明白，现在我们就可以尝到恩典，能够领受恩典，不是等到明天，不是等到明年，不是等到将来，因为信心就带来即刻的盼望，而这个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恩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所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拿出信心，就能够用盼望或是进入盼望上帝的荣耀，而且呢还能够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这个字我们等一下解释。因信得以被称为义我们就得以进入我们就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得进入，那个得的意思就是找到一条路，找到一条途径，就是我们能够被引导，被指引。所以因为信心，我们就把我们的眼睛焦点从地上，从灾难，从患难转移到神，就看到一条路的意思。而欢欢喜喜的意思呢，不是只有欢欢喜喜，它的意思是 double 再 double， 就是狂喜，就是一个台语说欢喜到冻不掉，就是非常的欢乐，这个真的是高兴到要爆炸，飞上天，那是一个夸耀的意思。所以因为信心可以让人知道他在恩典当中，所以他开心的飞上天就是信心大增，而进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个神的荣耀呢，现在中译本加上分享上帝的荣耀。那所以这个原文当中没有看到分享这个字了，但是这个盼望就是说人他是一个状态，是蛮有把握期待那个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所以这也是希伯来书第11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呢，在所望跟未见的事上呢，是一个欢欢喜喜，就是一个狂喜，是一个夸耀。那这种心态呢，就好像牧师每个礼拜在准备讲道篇之前呢，就是要不断的忍耐，但是呢，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什么呢？这个讲道讲完之后，就如释重负，就轻松了。所以没想到这个讲道要讲完了，那就有这个盼望，那就继续的准备下去。同样的事情，我们在读罗马书，或是我们在每天早上的共读，那天都还没有亮就要起床，
但是呢，只要想到我们要读完了，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恩典当中，就会打起精神，要继续的把今天的事情来完成。好，接着再请敏媛带我们来读第5章最重要的3、4、5这3节。不但如此，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患难培养忍耐，忍耐蒙上帝嘉许，上帝的嘉许带来盼望，这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已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那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这个希腊文的老师教授呢，教我们希腊文就是教这3节，那这3节呢，就教了2个月，一个半月的时间哦。好，那但是呢，那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读得很了解。那因为需要有整本的圣经，或是需要对整个圣经更完整，才能够去领受明白。这3节告诉我们说，患难不能够销毁盼望。这刚才讲到盼望呢，是因信称义的结果，是明白在恩典而狂喜、欢喜、夸耀。好，那即便呢有再大的患难，就如同上一章亚伯拉罕，他有很大的困难或是拦阻，但是也不能够消灭这样的盼望，如同亚伯拉罕后来要献以撒，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患难，但是他有信心，他就有拿出更大的力量来面对患难。这里在现代中译本就没有看到什么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生在现代中译本里面已经没有用到这个字了。那生忍耐呢，这个生的意思就是致使，因为患难以至于忍耐，这个患难产生了忍耐，患难成就了忍耐。那在现代中译本说患难培养忍耐，这意思是相通的。而忍耐呢，可以蒙上帝的嘉许，就是知道忍耐久了，上帝就会喜悦，而上帝的嘉许的就带来了盼望。所以这3个和合本本来是共用同一个字，在现代中译本都不同字。那第5节讲到盼望不至于落空啊，所以刚才讲到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喜乐。好，那这个喜乐其实跟前面前一节一样，欢欢喜喜是同一个字，就是狂喜的意思。好，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还是保持那个高兴到要飞上天的这种态度，因为后面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还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没有消失不见。患难生忍耐，这个忍耐生老练，这个老练呢指的是一种人格或是一个特质，特别是经过试验之后，可以经过测试之后，核准通过，它是一个健康正常公义的一个人格的特质。所以这个特质怎么来的呢？这个特质呢是经过患难当中的忍耐，持续不断的忍耐而来。他没有因为患难而就被打倒在地上，所以呢他的生命的品格就被生出来，如同这个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等等的。那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领受大任的人。而盼望呢，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人他蛮有把握期待一个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就是用信心的眼睛，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期盼。最后这个第5节讲到盼望不至于羞耻，那现在中译本翻成不至于落空。这个羞耻落空就是失望的意思，就是蒙羞的意思。不会亚伯拉罕，我说上帝85岁以前就叫他要努力的生孩子，就到他100岁什么都没有。不会，上帝会让他看见要成就的，而且不是在他死的时候看见，因为他生了孩子之后，他还活了75年，他还活了70年，所以人生还有足够的时间，上帝带领他经历信心的眼睛。所以同样在我们今天当中，我们不要觉得人生绝望，或是因为没有信心的眼睛就觉得人生苦短，那就只想要活在当下。当我们戴上信心眼睛，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可以与神同行，而且我们人生还有大好的日子在后面等待，所以那个是整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而神的爱呢，这个盼望
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那这是罗马书第2次出现圣灵。第一次出现圣灵是在2章29节，讲到了这个割礼呢，不在乎遗文，是在乎圣灵。圣灵让我们能够心里受割礼。那到了第5章第5节讲到这个盼望呢，是因为神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这个浇灌呢，意思就是倒出来，按照希腊文的时态是已经倒出来，而且是被倒出来。被谁倒呢？被圣灵浇灌。好，所以在罗马书虽然只有第2次提到，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到了第8章，圣灵做了很多的工作。圣灵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爱的当中，不是活在惧怕当中，不是活在刑罚当中。好，所以这里讲到了喜乐、圣灵、神的爱，我们的心里，这几个东西呢是连结起来的。就是借着圣灵可以串联起来这些东西。即便呢外在是患难，那但是我们可以拿出忍耐，忍耐呢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品格老练上帝的嘉许。好，那在这样的不断忍耐当中，我们用盼望来面对大大小小的一切，不至于落空，不至于羞耻。好，所以在诗篇22篇第5节，诗篇25篇第3节20节，诗篇119篇116节，还有以赛亚书28章16节，可以把这样的概念呢都分散在旧约当中。那保罗呢他虽然没有完全或是直接的引用，但是他串联了在诗篇当中大卫的诗篇也好，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也好，这一些人心里面所受的苦呢，但是保罗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解释。那真的在圣经当中你也找不到比这个经文这么短的经文就来回答约伯的问题。他说约伯在这个 complain 在 confuse 为什么生命中有这么多的苦难，但是呢保罗呢在第5章的3到5节就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那而且呢只要得到答案的人，他就感谢上帝，他就如同哈巴谷赞美神，他是欢欢喜喜，是狂喜的来继续保有这个盼望，对神的盼望。所以基督徒的盼望跟一般人的乐观不一样，乐观就是他是乐天。那他的乐天为什么乐天呢？其实有些时候他是不去看那些问题，他就把脸转过去。好，但是问题越来越多，他到处都看到的时候，那个乐观也会用完的一天。但是基督的盼望是直接穿越那个苦难，看到在苦难在患难背后当中的拯救希望，还有那个终极的将来。所以他对未来的归向有很清楚的确据，他知道谁可以救他，他知道谁可以帮助他，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神的爱上。那为什么知道神爱我们？是因为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然后使我们心中明白我们是活在神的爱，不是活在神的愤怒当中。圣灵把神的爱，不是神的刑罚，浇灌在已经倾倒下来，已经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能够充分的确据说我们是欢欢喜喜，是狂喜，极度欢喜，进入或是站在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好，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上帝的恩典，不会逃避，不会害怕，也不会失脚，不会跌倒。好，在清明园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9节。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上帝特定的时机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罕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但是上帝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由于他的死，我们现在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他的死更要救我们脱离上帝的义分。那这一段提到呢，一直到11节，讲到神是在基督里的爱，来证实这个盼望的存在，所以这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落空，不至于消失。第6节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上帝特定的时机为罪人死。那这一节的翻译是比较跟和本是一样的。好，那这个罪人是指不敬虔的人。
所以但是呢，基督呢就已经，我们还是罪人的状态，基督就已经为所有的罪人来死了。好，那说我们还软弱，这个软弱就是意思是指生病，身体的生病，但也指的是外在或是内在的那个柔弱。所以当我们还像婴孩一样柔弱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信心，靠信心而刚强的时候呢，上帝就先做了他的部分，就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来死，而且是为我们的软弱过犯来死。好，那这个为罪人来死的为呢，好，那他的不是只有不是只有为他好，更是一种替代或是取代。基督取代了罪人，就是把那个罪呢他拿去了，那他替代了罪人，他自己成为那个罪人。所以这个字呢很强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变成了罪人，神的儿子代表神自己，他变成罪人。那我们的罪去哪里？我们的罪拿掉之后，我们就没有罪了。那这个罪去哪里？罪就是跟着耶稣一起死进入了那个死亡当中。那特定的日子就是指神他救赎的计划和设定的时间或适当的时机，那就是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个预言，从这个先知以赛亚甚至更早的先知不断的预言，连摩西都预言上帝要兴起一个先知，像他一样的先知，都预告了上帝的儿子要来到。连亚伯拉罕都看见了基督，这也是约翰福音所说的。所以这里的罪人呢，不是指别人，就是指所有读罗马书，包括今天的我们他们读完罗马书1章到2章的1到3章20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罪人。不管是从哪边讲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罪人。第7节到第8节说，为义人死是罕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但是上帝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好，在人间呢，少有为公义的人死，但是还是找得到，就是为这些好人来死，也会有可能发生。但是去为一个罪人来死，那在基督来到世上以前几乎找不到，但是基督来到世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不管是宣教师、传道者，这些殉道者，他们愿意为罪人而死，像司提反等等的，都一一的发生，因为他们都效法耶稣基督，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但基督他首先率先在我们都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而且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为我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跟旁边的罪人来传福音。神的爱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来向人来显明，为和本说为人仁义的人之好人，但是这个人呢也是仁慈的恩人。那这个恩人有可能是那个城市的恩人，像巴克里牧师，他就是台南市的恩人，因为当日本人要来接收台湾，而且要进入台南的时候，本来是准备好了要大开这个要开战，但是巴克里呢和乃木将军呢就去和日本去和乃木将军呢来谈话，然后就和平的协议，所以呢台南呢没有任何的人死掉，所以巴克里是台南城市的恩人。那这几年才被人纪念起来，或是个人的恩人，你愿意为这些恩人来为他们死，或者有人会做，但是为罪人死的却没有。那但是这样做是要显明神的爱，显明的意思就是把神的爱介绍出来，举荐出来，表现出来，证明出来，而且它的时态是现在还持续不断的表现出来。所以刚才讲到巴克里，他都已经死了多少年，但是我们还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会回到当初100多年前那个1895、1896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个画面那个场景，都可以看到这个神的爱不断的显明。第9节，由于基督的死，我们得以现在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他的死更要救我们脱离上帝的义愤所以为这些受人尊敬的义人仁人恩人
为他们死，在人世间已经少有，但神居然在我们是罪人，还是仇敌，甚至不以他为上帝。然后还如同第1章所说的，我们还去找出了其他偶像，然后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来得罪他，挑战他的存在，那种悖逆的状态呢？但是神呢，还让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即便我们的下一代还会继续的得罪神，我们的下一代都有可能会犯罪不认识神，但是神还是愿意爱我们，所以神的大爱呢，在此表露无遗显明出来，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显明。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已经靠耶稣的血被神算为义，被神计算成为义的那一部分储蓄进去了。但是耶稣更要救我们脱离神的义怒，这是消极，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呢，就是耶稣让我们离开那个惩罚和愤怒；积极的是带我们进入到那个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义的当中。所以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与神相合。好，最后2节10、11节，再请敏媛带我们来读。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得以跟他和好。既然跟他和好，我们岂不更借着基督的生命而得拯救吗？不但这样，我们已经得以跟上帝和好，不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上帝为乐吗？那所以10、11节讲到当我们还是上帝的仇敌，仇敌就是跟上帝做相反的事情，所以跟上帝神是反其道而行。但是我们就如同这个悔改之前的保罗叫做扫罗，专门在迫害信耶稣的人，但是透过耶稣的死能够与神和好。那扫罗他也经历了这样的悔改的时刻，而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就更会因为耶稣他的生，因为耶稣的死都能够帮助我们与神和好。那耶稣的生是他复活的生命，是永生，我们就能够得到神完全的拯救。所以保罗的这个论断逻辑真的是非常的强，他没有一句话是废话，而且他的每一句话呢都有背后的目的。所以读罗马书真的是要头脑清醒的时候来读。那越读你会越发现，保罗他用很强烈的论证的方式呢，来让人没有办法去否认保罗所说的。第10节说，我们原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借着他的儿子就是耶稣的死，叫我们这些仇敌可以跟神和好，又跟神好，我们岂不更借着基督的生命而得救吗？所以和本是说因着基督的死，然后又因着基督的生，那这个生呢是可以翻成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不是死掉了，而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就能够得着拯救。那所以这一段是一个文法上面的修辞，就是我们透过耶稣的生、耶稣的死，因为我们都习惯讲生死，不会讲死生，那他先讲死再讲生，与神和好而且得救。所以这是保罗他在这一段当中又一个小节，这个和好呢，和好本来应该就是2个人吵架，那有一个人道歉，或是有一个人改变心意，那2边才和好。但是呢，在这里的和好是神跟罪人当中都还是保持他们一样的状态，神还是很生气，因为神是公义的，那罪人还是犯罪，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自己任何的状态，但是却有一个第三方，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是他的替死，为罪人来死。结果呢，这2个没有办法水火不容的，居然关系就改变了。所以这个与神和好，不是只有神跟人，中间还有一个耶稣，但也不是只有耶稣，还要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那这个人的心呢，就从原本是刑罚，这读到第8章，我们就会说我们人就害怕，但是呢，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能够呼叫阿爸父，就跟上帝的关系就重新和好了，而不再说看到上帝赶快躲起来，因为上帝又来骂我们了，又来审判我们的。所以第11节不但这样，我们已经得以跟神和好，不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神为乐吗？
时间到了。因信称义带来和好的经验，好，所以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能够在神里面以神为乐，那个乐跟前面一样，好，就是一个狂喜、夸耀、欢欢喜喜。但是夸耀这个字呢，好，就会在我们容易在中文里面解释成负面的意思，很臭屁啦，夸口夸耀。但是夸耀是一种对上帝恩典激动情绪的反应，一方面承认是神的恩典，另一方面为神的恩典感谢感激无比，感谢的五体投地，这就是这种承认恩典而感恩欢乐的表现。保罗就用夸耀、狂喜、欢欢喜喜这个字。好，那现代中文译本的力道就落掉了，以上帝为乐。但这个乐呢，力道还是会跟原文比较弱。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做个整理。1到2节讲到了什么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结果就是会带来与神和好。什么是与神和好？就是进入这恩典当中。那什么是恩典？就是能够盼望神的荣耀，而不是羞愧。那3到5节讲到呢，在这个与神和好，即便让我们面对这个盼望，对不起，这个盼望，即便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有盼望，就会生出忍耐。在忍耐当中，我们有盼望，就会改变我们的品格而老练。好，而这老练呢，来证明我们这个盼望呢，好，是不会落空的。为什么呢？因为坚信、相信神的爱已经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而6到8节讲到了2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第二个，讲到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那为我们死呢，都不是基督该死的，是我们该死。但是呢，基督却愿意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在此向人显明。而9到11节讲到，因为耶稣的死，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可以与神和好。而我们就能够因着耶稣的生，就能够得救来重生，最终就能够以神为乐，而且是以神来夸耀、狂喜、狂乐。好，所以这件事情呢，1到11节，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但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而且好好的明白，并且能够好好的来跟人分享。相信我们会因为这短短的几句话，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每一天，能够带来极大的力量和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父上帝，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再次来思想，再一次来摸索探索，神你所要给我们的爱和恩典和永生。也感谢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能够进入明白真理，更为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除去我们心中对神的惧怕，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修补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且能够恢复与神和谐、正确合一的关系，并且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持续活在恩典当中，以神为乐，是极度狂喜的盼望神要在我们将来的人生所要成就的大事。愿神让我们戴上这信心的眼镜，有信心的眼光，看见我们的今生可以来荣耀神，看见我们的永生是可以来活出彰显出神的形象，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再次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壮，能够满有信心。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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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